作為女人，活在地球上，該如何與女性同胞相處？又如何與男性相處？乖乖做這幾件事情，保證你在地球上活得越來越輕鬆順利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寫文章緣起，今天我要寫7篇文章，有些是關於地球實相極其偉大的內容，有些是關於愛情和金錢的對現實生活極度有用的內容。我就一個一個慢慢寫。現在是第6篇，以下皆為我通靈到的內容。仙女新人對各位女性的啟示：一、你作為女人，如果想和女性同胞搞好關係的話，要這麼做：一、不要和她們分享太多你的喜悅、成功、本事，而是要多分享你的痛苦、悲傷、失敗，而且是你心中根本冇所謂的痛苦失敗。地球上的女人特別喜歡一起排擠幸福的女人，又特別喜歡一起共情悲慘的女人。而且你一定要講你不在乎的失敗，這樣才能防止他們亂傳的時候傷害到你。二、不談論不在場的人，更不要在背後說那個人的壞話。大家有沒有發現，你真的陪女人一起她討厭的人，她非但不會感謝你挺她，她還會認為是你太暴力、太衝動、太極端，然後轉頭和那個她過的人玩在一起，還笑得很開心。不要為了正義感為女人出頭，他們只會不斷辜負你的正義感。二、你作為女人，如果想和男人搞好關係的話，要這麼做：一、語氣柔軟甜蜜，態度禮貌。男人很簡單，你對他態度好，他就不會特別為難你，而且你只需要表面態度好就好，男人根本看不出你內心在想什麼。二、只在男人面前說你自己的好事，不說自己的壞事，不要把弱小的一面給男人看。男人不會因為你弱而幫你，男人只會因為你是正義但弱小的一方才幫你。一直裝弱，但沒有正當的受害理由，只會讓男人覺得你很幼稚、孩子氣、玻璃心。三、請先預設這個男人的言行舉止不可相信。如果這個男人是好男人的話，時間自然會證明，不需要你提前預設。過度懷疑別人不會害死你，頂多只會讓你心情不好而已。但是過度相信別人，必定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。四、保持神秘感，不要當場泄苦，不要別人說一句，你說10句。所有事請都簡短回覆。男人不會因為你話少而討厭你，他有聽不懂的地方，自然會再問你一遍，問到他懂為止。男人只會因為你話多而離開你。五、不要總是說我醜、我笨、我自卑。那要怎麼做呢？要不斷在心裏想自己很美，自己很自信，自己很聰明，然後在表面上表現得很謙虛。通靈結束，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。